现代台语版圣经撒母耳记下卷第24章，上主阁对以色列人生气，激动大笔来对付因，讲去调查以色列甲犹大的人口。王吩咐伊身边的元帅约押讲：你去以色列逐个支族对但到别是巴点算人口，互我知全国人民的数目。约押对王讲：愿上主你的上帝，互全国人民增加100倍，搁互我的主我的王亲目看见。毋过，我的主我的王是安怎爱要做即个代志？王坚持伊的命令，约押甲遐个军长就奉命出去点算以色列的人口。因过约旦河，伫迦得山谷中阿罗尼城的南边扎营，对遐去雅舍，经过基列到他廷合士地区，搁到但雅安，西到西顿，搁到太尼坚固的城，甲所有希未人以及迦南人的城，最后到犹大南边的别是巴。因行透全国，经过9个月搁20日，倒转来耶路撒冷。约押将点算的人数报告互王知。以色列人掠倒的战士有80万，犹大人有50万。大笔点算人民的数目了后，心内自责。大笔对上主讲：我做即个代志犯真大的罪，上主啊，求你除去你奴仆的罪，因为我安尼做真戆。大笔透早起来，上主的话临到大笔的先见迦得先知讲：你去甲大笔讲，上主安尼讲。我用3项灾祸，互你拣1项，我就照安尼做。迦得来甲大笔讲：你爱你的国期远7年，也是互你的对敌追杀3个月，也是爱你的国有瘟疫3日久，你着斟酌想，互我通恢复找我来迄位。大笔甲迦得讲：我真为难，毋过咱宁可互上帝家己甲咱刑罚，因为伊有丰盛的怜悯，我毋愿陷落伫人的手。上主就降瘟疫伫以色列，对但到别是巴，对清早到有定的时，人民总共死7万人。当天使伸手要灭耶路撒冷的时，上主改变心意，无要继续讲即个灾祸，就甲伫执行毁灭的天使讲：停手，到野啦！迄时，上主的使者拄伫耶布斯人阿罗那的五谷场，大笔看见杀害人民的天使，就对上主讲：上主啊，我有犯罪，背逆的是我。毋过，这个无辜的人民有做甚物毋对？求你的手刑罚我甲我的家族。共迄日，迦得来见大笔，对伊讲：你去耶布斯人阿罗那的五谷场，伫遐为上主去制作祭坛。大笔就照上主吩咐迦得的话上去。阿罗那看到对面有王甲伊的人神得来，就出去，趴伫涂骹拜王。阿罗那讲：我的主我的王，来仆人遮有甚物贵事？大笔讲：我来是要买你即个五谷场，为上主去制作祭坛，互全国的瘟疫停止。阿罗那对大笔讲：我的主我的王，照你所看做好的，拢提去献。遮有牛，
通做烧化剂，有拍五穀的器躯，甲牛担通做柴烧。王啊，阿伦那将这个拢送互王。阿伦那阁对王讲：愿上主你的上帝接纳你。王对阿伦那讲：毋通，我要照价钱甲你买，我无爱用白白得到的物做烧化剂献互上主我的上帝。大米就用570公克的银买迄个五穀场甲牛。大米伫遐为上主起一座祭坛，献烧化祭甲平安祭。安尼，上主听因为着全国的祈祷，瘟疫就伫以色列中停止。